我的小寶貝兒。哎，你看多乖，是吧？你主要的工作啊，就是照顧這些小朋友，洗澡啊、餵食啊，還有梳理毛髮，基本上就這些了。那這些小狗狗，都是顧客寄放在這兒的嗎？有一部分是我們收留的流浪狗。怎麼樣，可芳？今天就開始工作吧。啊，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我沒經驗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没问题的，你照顧你老公那麼好，照顧這小狗狗肯定沒問題。啊！記住，要跟這些小朋友建立非常友好的關係。你要相信他，也讓他相信你。一會兒會有專業的人來告訴你的。我還有事，先去忙了。行。一會兒回來看你。好，我一定努力試試。你行的，沒問題。好。小狗狗，嗨，你好，我叫那个宁可风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咱倆要建立友好的關係。我特別善良，你別欺負我啊！不，你肯定也特別善良，不會欺負我的。怎麼就被狗給咬了呢？疼不疼啊？我怎麼這麼倒霉啊？我剛才給秦明峰打過電話，他說你們那兒所有的寵物都打過放犬疫苗了，我會沒事的啊。我算是有了一個深刻的了解。對秦明峰啊，對我自己。作為一名專業的主婦，我覺得伺候男人比伺候動物簡單多了。可風，你不會打算不幹了吧？狗都把我咬了，我當然還得幹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我還收拾不了幾條狗。疼不疼啊？哎呦，你說你去個馬場都能出事兒，以後要去上班的話，我能放心嗎？我不小心弄的。這兩天不能沾水，傷口還沒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來吹吹。老公，這麼吹管用嗎？沒事，心理安慰。謝謝哥哥今天給我買房。看着沒，就那個老男人，都已經結婚了，還在那泡小姑娘。剛剛在衛生間聽見他給他老婆打電話，說他現在正在開會。回來。去吧。寧願相信世上有鬼，也絕不相信男人那張破嘴，這絕對是句真理。胡言沒收，拯救全人類。謝。哥哥你好。你好，這美女，咱們認識嗎？咱們現在是不認識，但是馬上就會認識啦。我特別喜歡你這種類型的，你就是我的男神。哦，是嗎？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叫愉快。愉快哥哥，我叫綿綿。綿綿。我能要一個你的電話嗎？這樣合適嗎？有什麼不合適的？你看，我們今天這麼有緣分就見面了。
以後我們會越來越熟悉的，要不咱們做個朋友吧？好吧。謝謝愉快哥哥，你真帥。搞定。牛逼！你们打他柴的钱都舍不得给，你还结了婚，有老婆还在外面骗小女孩，你不要脸！对，你不光有老婆，你还有孩子，你打算骗多少个小姑娘？你们谁呀？你们不是欧阳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啊，你还假装不认识？你不要脸！你个禽兽！你就是你！你们净胡闹！你们谁呀？你们？我不认识他们，真的。不是亲爱的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真不认识哈？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。我让你不认识。可风，可风，可风，你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。这儿，过来，快帮帮我，把狗粮撒了。天哪，你让我这么高端大气的人给你干这个？快点！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哎呀，每次我给他们喂饭的时候，我都忙死了，恨不得能长出4只手来。哎，冬眠，还有闪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接待你们。我是来看可风的。冬眠，你真漂亮。谢谢。行了，我们忙点别的事儿，你们俩先聊啊。什么干嘛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？啊，没看见人家脸勤